嗨，拄则讲到葡萄牙就等去啊吼，袂要紧啊，这就是我讲啊伤久啊吼，遮应该甲你读完就好啊，嘿，嘿，这第十节啦，嘿，继续来，嘿，葡萄牙甲德国，就是两种安怎？德国阁有分南德、北德，北德内面阁有东德、西德，迄知影名分我毋知吼，但是伊是当像一个公谱尔，公谱就是有光有暗，迄是安怎分迄？因可是一逝足长诶，足长诶，对荷兰诶边仔到迄个波兰诶边仔安尼一长诶，迄对迄个荷兰语慢慢一逝变到要波兰，但是还袂甲斯拉夫遐去吼，系因为因有换过国界。好，这是真复杂的问题，这我无法度解决。好，这葡萄牙是啥物？加利西亚，加利西亚是啥物所在？加利西亚是西班牙的一个所在，伊伫咧葡萄牙的北边。但是伊讲的物件甲葡萄牙话真像，因为伊本来就是一群人。但是葡萄牙会先独立吧？葡萄牙是啥物？Portugal，就是加利西亚的加，伊是讲一群人哦。伊是有讲的迄阵加利西亚，无讲的迄阵加利西亚就叫做加利西亚，有讲的迄个叫 Portugal，知影吼？GAL 就是加，迄加就是啥物？加就是 Celt，就是甲迄个爱尔兰、甲苏格兰共一群人，嘿，迄边仔共一群人，但是咧，即迄个伊比利半岛内，半岛顶悬，阁有一群阁较外，但是因阁分做两个国家，一个是有港的 Portugal 葡萄牙，一定是无港的加利西亚，嘿。迄是第二人哦，所以讲吼，台湾啊，就欠诶，爱去加利西亚遐，知影一寡会当伫咧西班牙，嘛会当伫咧葡萄牙两边，拢会当占着一个好处，占着一寡文化上诶相平好处，因为伊相平拢知吼。遐有台湾人无？我嘛真好奇哦嘛，希望讲侨委会会当派一寡人去遐。徛咧，因为咱台湾就是有即种优势，咱会当徛咧台湾，知影日本，知影韩国，知影中国，南边，知影香港，知影南岛，嘿，咱就是爱伫咧欧洲徛伫即个所在吼。过来，台湾若是要采取德国语言政策，应该是真可行诶吼。好，我继续吼。语言权是基本的人权。语言权的尊重，爱确保每一个语族对国家的资源有平等的机会，access，加写 access，每一个拢会当得到伊的。所以讲，我讲，伫咧台北，母语政策、母语教育，敢会当增加上海话？敢会当增加广东话？咱有诚侪新住民是毋那是越南来的，越南话，阁有分北边、南边，南边的越南话，迄是伫咧越南拢是一个问题啊。但是上海话伫上海毋是一个问题，广东话伫广东嘛毋是一个问题，咱会当直接增加起哩，咱有迄个大量无？咱若是有迄个大量，甲伫遐楚，若是咱会无大量为遐的新住民。原住民啊，新住民哦，新住民嘛是外省人，是毋是？因有好处，以前的外省人嘛会当转来选上海话啊，敢毋是？以前外省人的阿公阿嬷听着，我的囡仔阮孙会晓迄个母语是上海话，换欢喜咧，嘿，是毋是？上海话至少南京话、上海话，南京话迄嘛可能较扬州话啊、苏州话。比甲上海话较近啊，嘿啊，嘛较欢喜啊，也是广东话，广东话，广东话嘛是足侪人咧学诶，毋若是香港人来会欢喜，广东来、广州来哦，嘛会当，广州来诶新住民嘛会当学王因囝学这啊，是毋是？
是嘛？珠海的过来嘛会使啊，澳门的嘛会使啊，是毋是？佮会当去饮一寡外来的美国转来，对美国转来，加州转来，啊，阮囝就会当选即个母语，啥物？广东话啊，上海话，一日加州偌济人呢，嘿，就算讲伫浙江啊，温州话嘛会使哦，嘛会使吼，是毋是？你有即个头壳无？母语教育，咱嘛是爱帮因斗看者，因为迄个先生伊是台南人啊，我即种中北部的嘛会当受一寡代志，毋若客话，毋若原住民话，新住民话嘛是爱顾条条吼。好，既然无应该一直甲伊看作是问题，应该甲看作是资产。对，我就是徛伫即个目标吼。语言的资产的维护，多文化的社会建立双语教育的推行，相信双语教育是即种双语教育，因为英语咱免去推杀，伊家己会行足紧，就行足慢哦。嘿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香港拢是英国的，以前拢是英国的，行甲比咱较慢吼。台湾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、佮有人权的国度，应该爱行的路。双语国家，我是要推行的是即种的双语国家，希望大家会当放咧生活来哦。过来，我有创作一首诗啦，拄啊好，这边两段啊，都拄啊好，家己摕出来。因为我顶摆咧读这个物件的时阵，这是啥物？因为就算讲你要读外国话，要读啥物？读一寡，哎哟，读一寡有需要人去读的话，作文。作文是啥物？你有关心过伫咧美国的遐个苗族无？苗族因伫亚洲上深的是倒一阵？要哪找？越南吗？辽国啊？泰国啊？过来啥物？中国啊咩？中国倒一个？就无爱甲汉族做伙，至少会甲因做伙，是毋是？是。所以讲，了解因嘛是一种方式，去了解到伫咧美国诚济诶，看起来皮肤，但是甲你讲无共款话，毋是越南，毋是辽国，是倒位？就是你汉苗诶苗族啦。嘿，遐较早伫蚩尤人甲蚩尤当作啥物？蚩尤是因诶阿公诶阿公，蚩尤就是阿公诶意思，是祖先诶意思。咱咧，即边炎黄，什物炎帝皇帝，咱是蚩尤，嘿，我写一首诗哦，我毋知放喺倒，我看找看觅，看敢有放喺遮。好，我写一首，好，遮好，我读看觅，这是台语诶吼。不属方言，晦气语方，无义言地，自属好收对，独听来怨切。我甲讲一个，不属方言，晦气语方，无义言地，自是好收对，独听来怨切。我甲大上尾一摆就好啊。不属方言，讳基语方，无义言地，自是好收对，独听来怨切。还是啥物？方言误史，好，误史方言啊。废其语方，无于言地，自是与仇对，这是什么仇？即个仇，即个对，自是与仇对，独听内怨切。就是因为为什么要用台语读？就是怨切是言地吼，迄个押韵，押着迄个韵，这就是我家己写的一首诗。我后来我甲迄个影片，甲这影片放起的时阵，我下骹会注明即首诗吼。这就是我希望讲，大家莫甲迄个方言的语言淡掉，
会当讲在地内容，无胖无去，逐工看来看去，拢是别人咧对你无好，最后敢会当家己囥咧心肝头。逐工咧怨切讲，哪会无人捌我，哪会无人捌我？因为有一寡时代伊心内物件，敢若会当用因家己诶母语来想尔。好，我讲到遮就好啊吼，这就两段短短两段，希望大家会当看会落去。这母语教育第一章的第10节。好，我就先讲到遮啊，做一个结束哦啊，大家再见。了后若是有新的物件，佮大家介绍吼，再见。